自2026年5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念以往的日子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43篇第19、1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43篇，大笔的诗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按耳孔听我的恳求，照你的信息，照你的公义应答我。求你毋通审问你的仆人，因为伫你面前活着的人无一个是义人。对你捆逼我，将我铁底拍倒伫涂骹，互我踮伫黑暗的所在，亲像死真久的人。滴到我的心神失志，用要昏去，我的心惊甲硬去。我为记你古早的日，少念你一切的作为，静静想你手的所做。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较无你，亲像旷旱的地听候雨水。上主啊，求你赶紧应答我，我的心神听候你到要昏去。毋通面越走毋睬我，才免我亲像死去的人。求你互我早起时听见你慈爱的声，因为我倚靠你。求你互我知应该行的路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上主啊，求你解救我脱离我的对敌，互我通走去秘伫你遐。你是我的上帝。求你教示我遵行你的旨意，愿你良善的神引带我行边塔的路。上主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，互我搁活起来，照你的公义引带我脱出患难。求你照你的慈爱消灭我的对敌，消灭所有苦楚我的人，因为我是你的仆人。对念以往的日子，伫生活中，咱侪少会遭遇艰难，有一寡是看会见的困境，有一寡是看袂见的难处。有人伫职场为着争得搁较悬的职位，不惜利用特殊关系攀权富贵，极力打击同仁。我袂禁得想起以往阮囝伫军中受霸凌的往事，当当时伊伫无奈之下，受迫选择离开军旅生活。其实过去我也捌伫职场经历类似困境，当当时逐日爱骑车去机构上班的时，心中常常沁出莫名的恐惧，目屎不由自主伫目眶里练长，甚至健康出问题。最后为着保护这个基督教机构的名声，只好黯然离开，另找出路。每当想起这个不得不思想，人生中上宝贵的是甚物？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咱要做伙经历大笔的困境，搁学习大笔伫绝望中安怎仰望上主，行出悲叹。大笔伫困境中呼求上主的帮赞，伊知影伫上主面前无迄无辜的人，意思就是，既然活着的人无一个是义人，大笔也承认家己毋是义人。回头想看卖，咱四周围的环境，敢毋是也是安尼？大笔祈求上主，爱因着伊的信息和公义回应伊的祈求，亲像约翰一书1章第9节所讲：咱若承认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净咱拢总的不义。大笔一开始虽然将注意力集中伫个人的问题顶面，最后却专注伫上主的心意。大笔毋简单求上主救伊脱离受敌，
也求上主为伊指引一条崭新的路。若求上主，互伊脱离外在压力，也求上主帮助伊对付内面的罪。大笔的困境，互咱看见家己的灵性生活，伫黑暗中找求亮光。当咱回想过去的日子，检查也捌受过无公平的对待，搁因为这个苦难抱怨也是放弃，这个负面想法常常互咱无法度专注伫上主。但是大笔的祈祷却爱咱转向上主的帮赞。定睛仰望，默想上主所做的一切。当大笔孝顺上主的恩典，甲思念上主过去的作为，互伊重新省察家己的生命光景。亲爱的姊妹兄弟，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反省人类的渺小甲无助。当咱会晓完全倚靠上主，咱也会亲像大笔同款，伫黑暗中看见亮光。上主会引带咱伫崎岖路程中倚靠伊，找到平坦的道路。每当我落入信心的低谷的时，心中常常会感觉孤单。伫迄样的时刻，当我安静回想过去，上主安怎带领我，安怎恩待我的家庭和事奉，心中就搁重燃希望。望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做伙回想过去上主的作为，互咱勇敢面对一切的挑战。默想，伫困境中，我是毋是会怀念过去美好的日子，孝顺上主的恩典？我是毋是会为过去的生活献上感恩呢？伫困境中，我是毋是会怀念过去美好的日子，孝顺上主的恩典？我是毋是会为过去的生活献上感恩呢？咱同齐来祈祷，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，互我搁再一遍经历你的恩典。我愿意学习大笔的信心，用新的眼光看我未来的人生道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